今日嘅行程非常之精彩啊！我哋去咗3個地方，一個咧就係宋皇臺公園啦，第二個咧就係宋皇臺公園對面嘅聖三一堂，跟住我哋就沿住街道咧一路介紹啲歷史，去到我哋最後嘅終點就係我哋身後嘅土瓜灣天后古廟啦。呢3笪地方我哋係悉心嘅安排。宋皇臺公園咧，除咗我哋睇一睇公園上嘅對稱設計，作為一個紀念公園特色做法之外咧，我哋重點就係分享翻宋皇臺過去嘅歷史。學生們同我哋之後再反映翻，原來唔係一個輝煌嘅事蹟，係一個悲劇。咁亦都深刻領會到，其實國家係需要自強不息先至可以唔會俾人蝦咁嘅意思。跟住之後，我哋就係去對面嘅聖三一堂啦，去欣賞翻呢個中式文藝復興色彩嘅設計手法。咁喺呢方面咧，我哋就會介紹叫做利用現代嘅手法去彰顯翻、尊重翻、保留翻一個中國傳統建築特色嘅一啲裝飾啦、結構嘅做法嘅。跟住去到最後天后古廟咧，就最主要正式欣賞翻中國傳統建築嘅特色同埋結構。我印象中最深刻嘅係聖三一座堂，咁呢個堂佢外表望落其實係一個好中式嘅建築，我就咁望落去都唔發覺其實佢係一個基督教嘅一個地方啦。聽導遊佢深入咁發掘佢講，發現原來佢係一個中國文藝復興嘅感覺，將比較西方嘅宗教建築去參考中國一啲建築嘅風格去建成一個廟堂，令我好深刻。我估唔到原來喺呢個時代嘅時候，已經有一啲中國人佢係信服咗基督教之後，亦都會係將中國嘅傳統風格應用喺佢哋嘅宗教入邊，咁樣令我印象非常之深刻，可以去吸納中國啦同埋西方嘅特色，去進行融合，去成為香港獨特嘅風格咁樣。咁我哋今日去參觀咗天后廟呢度啦，我都發現其實佢四周圍都係有一啲高樓去聳立喺隔離啦，去包圍住呢個地方，但係佢仍然都係冇荒廢到，佢仍然係有好多唔同嘅居民去用香火去祭拜住天后媽祖咁樣，去繼續維持住呢個傳統嘅習慣。咁我覺得喺而家呢個現代化咁快嘅一個城市入邊，仍然可以有一個咁細嘅角落頭去維持翻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，係十分之好嘅一個現象，一個文化咁樣。我覺得我最印象深刻嘅地方就係宋皇臺。南宋末期嘅時候，元軍17年幼嘅皇帝逃難嚟到香港，留低嘅一塊紀念嘅石碑。因為呢塊石碑係標示住嗰陣時嘅歷史變遷，譬如話嗰陣中國係受到外族嘅入侵，就反映咗我哋要記住呢段歷史，要自己變得強大。所以我覺得呢塊石碑嘅存在意義就係讓我哋銘記歷史，要記得歷史帶來嘅教訓，先唔會重蹈佢嘅覆轍。咁啊，實地考察咧就係一個非常好嘅沉浸式體驗啦。相對於我哋喺課堂上邊咧，學生嚟到現場咧就可以去感受到建築啦、啲細節同埋一啲設計啊。佢哋可以用心去聽、去摸、去睇、去觀察。特別今日我哋去到呢一個宋皇臺咧，或者聖三一堂，係去到個歷史場景，去真真正正感受由時間沉澱所出嚟一個歷史嘅場景。咁呢個對於佢哋學習中國文化，尤其係中國建築文化咧，我覺得係非常非常之有用嘅。